，groupbuyer.com 為你推介。從以上的評論來看，整體來說，360 Thai-O Pass 無論是纜車還是大澳村的體驗都得到了大部分遊客的高度評價。大多數人對於纜車的順暢體驗、簡單的票務兌換過程以及額外的代金券和優惠表示滿意。許多遊客都提到，搭乘水晶艙纜車的體驗非常驚豔，視野非常好，能夠在雲端上俯瞰香港的美景。這樣的經歷讓人難以忘懷，而大澳村本身也給了不少遊客好印象。雖然有些評論提到大澳的村莊規模較小，但也有人指出這裏擁有豐富的歷史背景，並且有許多當地的特色可以體驗，像是漁村文化和海豚觀賞等，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值得慢慢探索的地方。然而，也有少數的差評提到一些小問題，例如，某些人認為套票價格稍微偏高，並且如果單獨購買巴士票和纜車票會更便宜。此外，某些遊客遇到排隊時間較長，尤其是高峰期，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經歷。總結來說，這個行程還是值得推薦的，尤其是對於喜愛自然和探索地方特色的旅客。雖然有部分遊客反映排隊問題和套票價格的疑慮，但總體來說，這是一個提供獨特體驗的旅遊項目。如果你計劃參加，建議早些到達以避開高峰人流，並且準備好舒適的鞋子來應付大澳村的步行探索。無論係空中、陸地定水面，大嶼山嘅迷人風光都等住你一一發掘。香港360大澳通套票，簡直係一次包攬大嶼山精華嘅超值選擇。呢張套票包括咗來回昂坪纜車票，當你乘坐纜車俯瞰大嶼山壯麗嘅景色，簡直唔可以錯過。到咗昂坪之後，你可以短短步行幾分鐘就到達大佛像同寶蓮寺，感受一下香港最壯觀嘅佛教文化遺產。跟住，唔好錯過大嶼山最獨特嘅景點之一大澳，搭乘無限次嘅觀光巴士，輕鬆遊覽大澳村，領略呢個水鄉古村嘅獨特魅力。更有小艇遊覽服務，帶你穿梭喺水上棚屋之間，體驗大澳嘅水鄉風情。所有呢啲美景，只要通過 GroupBuyer 訂票，就可以輕鬆享受優惠㗎。快啲計劃你嘅大嶼山冒險啦！透過 KLOOK 購票，優惠價格暢遊昂坪360，跟着昂坪360大澳通地圖走，享受熱門美味小吃，短程步行即可前往大佛像和寶蓮寺參觀。搭乘昂坪360纜車，從高空俯瞰城市風光，享受昂坪至大澳之間便捷的巴士接送服務，觀賞寶蓮寺前沐雨風上的釋迦牟尼佛像，乘坐觀光小艇欣賞水上棚屋，體驗大澳水鄉風情，寶蓮禪寺，漫步大澳漁村，感受當地特色風情，還有機會邂逅可愛粉色海豚。框框充滿華人文化的昂坪市集，購買紀念品小物，坐落在翠綠的大嶼山中，欣賞歷史悠久的寶蓮禪寺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，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